前腳喺大埔宏福苑火災入面捐咗100萬港幣，個名先啱啱出喺善款名單上，後腳就因為一紙舊合約，俾前經紀人追討1276萬，入紙告上香港高等法院。同一個張柏芝，同一周入面，兩條新聞完全相反，一邊係捐款，一邊係被告。你會點諗？先攞個時間線講清楚先。11月26號，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嚴重火災，7棟大廈同時起火，被形容係幾十年來最嚴重嘅一場火災之一，全城都喺度關注。火災發生之後，保良局公布嘅善款名單入面出現咗張柏芝捐出100萬港幣嘅記錄，呢筆錢係指定用喺火災緊急救援同災民安置。佢冇開直播，冇拍片，冇寫長文，只係靜靜咁出現在名單度。之後都係有傳媒問保良局，先確認呢筆捐款。就喺大家仲喺度數藝人捐咗幾多錢嘅時候，另一單關於佢嘅消息將個話題由捐款拉返去官司。2020年，前經紀人余玉卿同佢一方公司將張柏芝告上香港高等法院，指佢違反合約。呢單案拖咗幾年，到2025年12月先正式喺高等法院開審。根據港媒公開嘅入稟狀，對方嘅講法係咁：2011年到2012年期間，雙方簽咗幾份合約，包括一份所謂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，再加2部電影嘅片約。期間，佢哋一共預支咗大約4276萬港幣嘅片酬同費用，交換條件係佢要拍6部電影，同埋將演藝活動交俾佢哋全面管理。依家佢哋話張柏芝冇照合約拍晒啲電影，亦都冇履行經紀合約，要佢至少還1276萬港幣，仲要佢交代2015到2019年期間嘅收入情況。12月3號，案件喺高院開審。12月5號朝早9點幾，45歲嘅張柏芝一身黑色正裝，戴住口罩同墨鏡，喺4個隨行人員陪同之下行入香港高等法院，冇停低回應傳媒提問。嗰一段畫面上咗好幾間港媒網站。今次佢冇再選擇收聲，而係喺法庭上直接講自己嘅版本。佢承認自己有好嚴重嘅數字恐懼症，平時生活入面啲水電煤、信用卡、充值都係經紀團隊幫手處理，好多合約入面嘅金額同條款，佢唔會一條條咁盯住，只係信團隊安排。至於嗰份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，佢態度好清晰。佢懷疑合約上面嘅簽名唔係自己親手簽，已經申請做筆跡鑑定。佢強調自己真正同意嘅係同公司簽合作協議，而唔係將個人所有工作完全交俾某一個人控制。呢場官司如果淨係睇邊個欠邊個錢，仲未至於咁多人留意。真正令輿論爆煲嘅係雙方多年嚟疊加出來嘅一大串恩怨。先睇余玉卿嗰邊，公開資料入面，佢早年喺圈內嘅履歷唔算差，做過新亞洲娛樂 AEG 新亞洲娛樂集團負責人，搞過唱片製作、演唱會策劃，又參與過《笑傲江湖》新龍門客棧河東獅吼2等項目，仲同鄭伊健、林心如、陳喬恩等藝人合作過，外界一度叫佢做金牌經紀人。2013年，因為冇按判決賠一宗250萬人民幣嘅合約糾紛，新亞洲娛樂被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盤。呢一點有法院記錄，亦都有當年嘅新聞報道。2014年，佢喺內地又捲入一宗被廣泛報道嘅合約風波。內地製片人宮廷海報稱，余玉卿以張柏芝經紀人、新亞洲娛樂負責人身份，同佢簽咗張柏芝上東方衛視女神的新衣嘅合作合同，對方收咗大約200萬人民幣定金，但人冇按約出現在節目現場，定金亦都冇退。對方報警之後，律師調查發現，
當時嘅新亞洲娛樂其實喺2013年已經清盤，質疑佢涉嫌偽造公章去簽約。對於呢件事，張柏芝方面當時已經表態，話佢對嗰份合同唔知情，又指呢啲係前經紀人擅自用佢個名對外簽約。去到今次呢一輪庭審，張柏芝喺法庭上再次提到女神的新衣。佢話當年余玉卿同佢講呢個節目嘅片酬係700萬人民幣，佢覺得偏低，但對方話已經講到最高價。後來佢嘅律師團隊查賬，先發現節目組實際開出嘅價格係大約1500萬人民幣，中間有800萬差額。佢認為對方食水太深。呢一段目前都仲係佢喺法庭上嘅一面之詞，但個金額差距一俾傳媒寫出嚟，一般觀眾個感覺好直接。報俾藝人聽係700萬，對外收1500萬，中間嗰800萬去咗邊度？除咗喺影視圈嘅糾紛，內地嗰邊仲有一批投資人喺度講自己嘅故事。有媒體根據司法公開資料梳理過，2016年前後，余玉卿喺內地成立新項目，涉及影視城、樂園等投資。後來項目爛尾或者陷入糾紛，多位投資人對外表示自己投入去嘅幾百萬、上千萬資金攞唔返，人亦都好難再揾到。部分報道提到，佢曾經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，涉及金額累計達數千萬元人民幣。呢啲數字因為來源都係媒體綜合稿同司法公開網截圖，具體金額同項目名稱會有出入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佢喺內地確實有多條執行記錄同失信信息，被唔少投資人點名控訴。比較典型嘅一個例子係台灣資深經紀人孫德榮。大約2020年前後，佢開記者會狠批余玉卿，話自己喺對方游說之下解咗500萬人民幣定存，將呢筆被叫做養老錢嘅積蓄分4次匯入余玉卿提供嘅賬戶，用嚟投資烏鎮項目。錢匯咗出去，項目黃咗，人又好難聯絡到，佢氣到拎住匯款單，對住鏡頭話對方太厚顏無恥。呢段訪問，台灣媒體有完整報道。再加上近幾年網絡陸續出現一啲所謂老同學合作方嘅爆料，話佢喺嘉興做房地產投資嗰陣時，已經有圈錢唔還嘅行為。呢啲講法目前仲未有一一對應嘅判決文書，但喺輿論場度已經疊加成一種印象。圍繞喺佢身邊嘅債務糾紛同控訴聲唔少，成條線拉埋一齊，就令到今次張柏芝呢單官司喺觀感上出現一個反轉。表面睇係經紀人追藝人要錢，再望深一層係一個爭議不斷嘅前經紀人對住一個呢幾年一直帶住3個細路拍戲錄綜藝嘅單親媽媽發起總追討。再拉返去張柏芝自己，佢本身都唔係冇爭議嘅人。當年拍《楊門女將之軍令如山》嗰陣，資深演員鄭佩佩喺訪問入面批評過佢，話佢將家庭情緒帶入片場，工作態度唔好，覺得丟咗香港演員嘅臉。呢段說話當年被媒體大幅引用，好多人因此認定佢係唔敬業嘅典型。幾年之後，鄭佩佩喺另一個節目入面又補充過，話自己對張柏芝印象其實唔差，只係站喺專業角度，希望演員唔好將私人情緒帶入工作。後來任賢齊喺一檔節目度回憶當時合作情況，話嗰陣張柏芝媽媽喺生病，佢一邊拍戲一邊想請假返屋企照顧媽媽，但劇組又唔肯放人，佢兩邊為難，情緒成日好繃緊。佢呢番說話令唔少網友開始諗，當年嗰個唔敬業嘅標籤，其實背後係有家庭變故嘅現實壓力。感情方面，佢同謝霆鋒嘅婚姻同離婚已經講咗好多年。離婚之後，佢一個人帶住2個大仔，之後又生咗第3個小朋友，外界對佢嘅評價一直好兩極。但喺前公公謝賢眼中，佢嘅口碑一直唔算差。
佢喺多個訪問入面公開講過，話張柏芝顧家對兩個孫仔好，對佢整體評價都偏正面。有港媒爆料，謝賢喺遺產安排上明顯偏向兩個孫仔。有報道寫到，高比例嘅財產會由孫仔繼承，由佢代為照顧。具體數字各家講法唔同，但方向一致。佢信呢個幫手帶孫嘅前新抱。呢幾年佢嘅生活基本上得兩個關鍵詞：帶仔、搵食。佢上綜藝、拍節目、做品牌活動，賺到嘅錢大部分都用喺細路同家庭身上。另一方面，佢亦都多次為內地同香港嘅災情捐款。今次大埔火災嘅100萬，只係入面一筆公開被證實嘅捐款。所以，當你將大埔火災捐100萬同被前經紀人追討1276萬擺喺同一條時間線度，個感覺自然會變得好複雜。喺法律層面上，呢場官司有幾個關鍵點。第一，嗰份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到底係咪佢親筆簽名？筆跡鑑定結果預計喺明年1月左右會交到法院。第二，嗰4000幾萬預付款有幾多已經透過電影、廣告等方式抵消，雙方有冇額外書面確認？第三，前經紀人喺執行合約過程中有冇隱瞞、誤導，甚至偽造文件嘅情況？第四，由以犬之名到多次公開發言，呢啲言論算唔算構成對佢嘅名譽侵害？將來會唔會再衍生新案件？對余玉卿嚟講，如果法院採納佢嗰套講法，佢可以攞返部分錢，亦都可以對外講句法律證明係佢違約。但如果法院認定合約真係有問題，或者認定佢喺多次操作入面有唔當行為，佢呢幾年嘅爆料、出歌、放話，好可能會反噬返落自己身上。對張柏芝嚟講，呢件事就唔淨係數字咁簡單。1276萬港幣，對一個要養3個細路嘅單親媽媽嚟講，係一筆好大嘅數目。如果最後判佢要賠，佢之後接工作嘅壓力會更加大，輿論對佢嘅質疑亦都會再加一層。如果法院認定佢確實遇到偽造合約，名譽受損，呢場官司反而有機會變成佢人生入面一個轉折點。依家呢宗案仲喺審理當中，最後點判冇人知。可以肯定嘅只有一點，同以前好多靠情緒炒兩句就散嘅八卦唔同，今次雙方都將個故事帶入法庭，最後一定會有一個法律上嘅結果。講到呢度，就輪到你表態，你更加相信邊一邊嘅講法？喺你眼中，呢一場1276萬嘅官司，邊個贏面會大啲？今次大埔火災呢100萬捐款，會唔會令你對張柏芝嘅睇法有啲改變？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，亦都可以寫低你預測嘅判決結果。記得 like 同關注，下一期再同你傾。